大家好，歡迎返嚟閱讀講書人。今日我會介紹一本透過哲人同青年通過5晚嘅對話所帶出阿德勒心理學核心嘅被討厭的勇氣。呢本書由岸見一郎同古賀史健一齊寫成。岸見一郎係日本研究阿德勒心理學嘅權威，佢本身係哲學博士，長年研究阿德勒心理學，將呢套深奧嘅理論轉化為普通人可以理解嘅生活哲學。而古賀史健係一位好出名嘅自由撰稿人，佢接觸到阿德勒心理學之後深受震撼，於是拜訪岸見一郎，用古希臘哲學對話錄嘅形式寫低呢本書。兩個人，一個負責學術理論，一個負責文字呈現，令到呢本書既有深度又易讀。你會唔會有以下嘅諗法？例如覺得自己唔夠好，怕人哋唔中意自己，做人好攰，點解越係想討好所有人，越係迷失自己？我哋生活喺一個充滿評價嘅世界，返工要睇老闆面色，屋企要滿足父母期望，連社交媒體都要顧及朋友點睇。你就咁聽可能會覺得討好人哋係一種生存智慧，但去到極端，呢種心態會變成一種枷鎖。你每做一個決定都會問人哋點睇先，而唔係問自己開唔開心。我哋將自己生活成人哋期望嘅倒模，真正嘅自己就慢慢消失。呢種攰唔係身體嘅攰，而係心靈上不斷拉扯嘅攰。我哋驚做錯決定，驚俾人否定，於是用最大嘅力氣去維持一個完美嘅形象。但呢個形象其實係虛假嘅，維持佢需要消耗極大嘅能量。我哋以為只要做到八面玲瓏就可以無痛生存，但結果失去咗自我。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問，到底我哋係為咗邊個而生存？書入面講，決定你嘅唔係過去經歷，而係點樣解讀過去。阿德勒心理學同弗洛伊德嘅原因論好唔同。原因論認為過去決定而家，你嘅性格同行為模式係由童年經歷造成，但目的論完全推翻呢個講法。作者話，人係為咗某個目的而行動，唔係俾過去推住走。套用翻喺現實，你有冇試過因為驚講錯嘢而喺會議入面唔出聲？原因論會話，因為你以前試過講錯嘢俾人笑，留低咗陰影，所以而家會好驚講錯嘢。但目的論會話，你係為咗逃避講錯嘢被否定嘅風險，所以製造出驚嘅情緒，令自己有合理嘅理由唔發言。咁呢兩種講法有乜嘢分別呢？原因論係講緊你嘅過去決定你嘅未來，而因為我哋唔可以改變過去，所以你冇得作出改變。但係目的論講緊你嘅驚係自己選擇嘅工具，既然係你選擇嘅，就可以選擇放棄呢個工具，所以其實你可以攞返話事權。又例如有啲人成日話自己冇安全感，所以唔敢開始一段關係，其實呢個講法係為咗逃避關係中可能受到嘅傷害，於是將冇安全感當成擋箭牌。阿德勒並唔係否認過去嘅影響，而係強調我哋對過去嘅解讀先至係關鍵。同樣嘅經歷，你可以解讀成人生已經毀咗，亦都可以解讀成過去嘅經歷係成長嘅養分。所以我哋唔係俾過去捆綁，而係俾自己嘅目的牽引住。如果明白到呢一點，我哋就會發現改變唔係無可能，只係願唔願意放棄目前呢一刻得到安全感嘅目的。作者話，所有煩惱都係人際關係嘅煩惱。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太過以偏概全，但其實諗深一層，孤獨、自卑、比較呢啲負面嘅情緒，全部都離唔開人。如果呢個世界得你一個，你有可能根本唔會覺得孤獨，因為無人同你做比較，你亦都唔會覺得自卑，因為無標準去衡量你。套用翻喺現實，例如碌 IG 睇到朋友去旅行、買新車、升職、加薪，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好渺小，甚至有種莫名嘅焦慮。呢種焦慮唔係因為你個人唔好，而係你同人比較。我哋嘅自我價值好大程度建立喺人哋嘅目光之上。喺公司，你煩惱點解同事唔中意你；喺屋企，你煩惱父母點解唔體諒你；連去個便利店買嘢，你都會煩惱店員點解唔笑。呢啲全部都係人際關係嘅延伸。我哋成日想擺脫人哋嘅束縛，但同時間又極需要人哋嘅認同。呢個矛盾就係煩惱嘅根源。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問下自己，到底我哋嘅快樂係咪真係需要建立喺其他人嘅反應上面？如果係嘅話，我哋嘅情緒就永遠俾人牽住走。阿德勒指出，要解決呢個煩惱，唔係要逃避人際關係，而係改變我哋喺人際關係入面嘅姿態。
唔係去討好，亦都唔係去對抗，而係建立一種健康嘅距離。書入面講，自卑感同自卑情結係兩回事，呢個區分好重要，因為自卑本身唔係壞事。自卑感係我覺得自己目前嘅狀態唔夠好，所以想努力進步，係一種成長嘅動力。但自卑情結係將自卑當成藉口，令你將失敗賴落人哋度或者環境度。套用返喺現實，如果你覺得自己學歷唔夠高，於是去進修，呢個係自卑感帶嚟嘅正向行動。但係如果你成日講我係得中學畢業，呢個社會就係睇學歷架啦，所以我點努力都冇用。呢個就係自卑情結。其實呢種講法背後嘅原因係想保護自己唔使面對努力之後可能會失敗嘅風險。阿德勒叫呢種做外部因果律，將無因果關係嘅嘢講成有因果，為自己嘅唔行動有藉口。又例如有人話我生得唔靚，所以無拖拍，其實呢個都係自卑情結，因為愛情唔係淨係睇外表，而係你有無能力去建立一段關係。將失敗歸咎於無法改變嘅事實係最慳力嘅做法，因為你唔使去嘗試改變，自然就唔會有挫折感。但代價係你永遠停留喺原地，所以我哋要分辨我哋嘅自卑係推動我哋向前，定係拖住我哋唔俾我哋行。作者話要分清呢個係邊個嘅課題，判斷嘅標準好簡單，邊個要承擔最後嘅結果就係邊個嘅課題。你唔需要為人哋嘅課題負責，人哋都唔需要為你嘅課題負責。套用返喺現實，你全心全意為伴侶付出，甚至放棄自己嘅喜好去遷就對方，但對方唔領情，你覺得好委屈。但其實你付出係你嘅課題，對方接唔接受、點樣回應係佢嘅課題，你唔可以控制人哋嘅課題。又例如仔女唔肯讀書，父母好焦慮，用盡辦法逼佢讀。但其實讀書係仔女嘅課題，因為最後承擔結果係仔女自己。父母嘅課題係提供支援同引導，而唔係代勞。如果我哋強行介入人哋嘅課題，就會產生痛苦，因為我哋係控制唔到一啲控制唔到嘅嘢。呢個時候你就會明白，好多時我哋覺得攰，係因為我哋背負咗唔屬於自己嘅責任。我哋驚仔女失敗，驚伴侶離開，驚朋友失望，於是不斷去干預。但阿德勒話，真正嘅愛係尊重對方嘅課題，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嘅部分，然後放手。呢種放手唔係冷漠，而係一種深層次嘅信任。書入面講，自由嘅代價就係被討厭，要自由就要接受俾人討厭，唔可以活喺人哋期望入面。如果你所有行為都係為咗滿足人哋嘅期望，你其實就係過緊人哋嘅人生。套用返喺現實，你好想做一份自己中意但人工唔高嘅工作，但屋企人極力反對，覺得冇出息。你為咗唔想激親佢哋，就放棄自己嘅想法。呢個時候，你雖然得到屋企人嘅認同，但失去咗自由。被討厭嘅勇氣唔係要你刻意去惹人反感，而係有勇氣去選擇自己認為啱嘅路，就算無人支持，都一樣照行。有冇諗過一個人點解會驚被討厭？因為人係群體動物，被排斥等於生存受到威脅。但喺現代社會，被討厭並唔會令你生存唔到，只係令你嘅自我受到打擊。如果你將自我價值建立喺人哋嘅認同之上，你就永遠冇自由。呢個時候你要問自己，你係想討好所有人，定係想做真實嘅自己？討好所有人係無可能嘅任務，因為每個人嘅期望都唔同。當你嘗試滿足 A， 就會得罪 B。唯一可以做到嘅就係忠於自己。當你唔再追求認同，你就會發現被討厭其實冇乜大不了。作者話，人與人之間係平等嘅橫向關係，唔係上司下屬嘅縱向關係。幸福嚟自對共同體有貢獻，呢種由縱向轉為橫向嘅改變，我哋由細到大都係喺一個充滿縱向關係嘅社會入面長大。喺屋企，父母係權威；喺學校，老師係權威；出嚟做嘢，老闆係權威。我哋習慣咗去仰望上位者，亦都習慣咗去俯視我哋認為比自己低嘅人。阿德勒話，只要你喺任何一段關係入面保留咗縱向嘅意識，你就冇辦法建立真正嘅橫向關係。套用返喺現實，喺公司，你覺得自己係細，就事事聽從，唔敢提出自己嘅意見，呢個就係建立緊縱向關係。阿德勒認為，就算職位有高低，人格上都應該係平等嘅。縱向關係嘅特點係賞罰，
你做得好就有獎，做得差就有罰。呢種關係會令人失去自主性，變成咗討好上位者而活。而橫向關係係互相尊重，大家為咗共同嘅目標而努力。當你用橫向關係去同人相處，唔係為咗討好老闆，而係為咗共同完成一個目標，你就會產生貢獻感。呢種貢獻感唔係要人哋讚你，而係你自己覺得我對呢個群體有用，呢個就係幸福嘅來源。貢獻感唔一定要做啲好偉大嘅嘢，就算係喺辦公室幫同事手拎下外賣，或者喺朋友唔開心嘅時候聽佢傾訴，都係一種貢獻。關鍵係你嘅心態，你係為咗得到回報而做，定係單純覺得自己係群體嘅一部分而做？呢個時候大家可能會問，咁即係我同我個仔都係平等？冇錯，就算你係家長，你嘅人生經驗大過佢，但喺人格上你哋係平等嘅。你唔可以因為你係大人就用高高在上嘅姿態去命令佢、表揚佢或者責罰佢。你應該用對待一個獨立個體嘅態度去同佢溝通，尊重佢嘅課題，同時喺佢需要嘅時候提供協助。呢種相處模式先可以培養出真正有自主意識，同時又識得尊重人嘅人。當我哋明白到人際關係可以係平等嘅時候，好多人都會有一種好大嘅壓迫感，覺得如果唔努力規劃未來，就會被社會淘汰。呢種壓迫感令我哋長期處於焦慮狀態。但阿德勒心理學提醒我哋，真正嘅充實唔係來自對未來嘅掌控，而係對當下嘅全程投入。我哋要點樣先可以喺每一個剎那都感受到自己真實咁生存緊？呢個就關乎到阿德勒提出嘅共同體感覺入面三大要素：接納自己、信賴他人同埋貢獻他人。呢三大要素就好似支撐起幸福人生嘅三條支柱，缺一不可。書入面講自我肯定同自我接納係兩樣完全唔同嘅嘢。作者話，自我肯定係明明自己做到50分，但就暗示自己得100分。呢個其實係對自己講大話。而自我接納係坦然接受自己目前只係做到50分，然後向住100分嘅方向努力。假設你好努力準備一個匯報，但出嚟嘅效果強差人意。如果你用自我肯定嘅心態，你可能會同自己講，冇所謂啦，其實我好叻，只係今次唔夠運。咁樣你只係逃避咗真正嘅問題。但如果你用自我接納嘅心態，你會同自己講，我今次真係準備得唔夠，表現得唔好，我接受呢個事實。同時我會諗，下次點樣可以做得好啲。你就咁聽，可能會覺得對自己咁苛刻，好似好殘忍。但呢種真誠面對自己不足嘅態度，先係改變嘅起點。我哋好多時之所以唔敢行動，就係因為接受唔到自己會失敗。如果可以接納自己係一個會犯錯、有局限嘅普通人，反而可以放低包袱，輕裝上路。喺接納自己之後，我哋要面對嘅就係人際關係入面嘅信任問題。書入面講，信賴同信任有本質上嘅分別。信任係有條件嘅，因為你覺得對方會做對你有利嘅事，所以你先信佢。但信賴係無條件嘅，就算對方有可能背叛你，你都依然選擇相信。現實中喺感情入面，有啲人會因為冇安全感，所以成日去 check 伴侶嘅手機，限制伴侶嘅社交。其實呢種行為背後就係缺乏信賴。你諗下，如果你 check 到佢真係出軌，咁你係咪真係承受到？如果你 check 唔到，你嘅焦慮又係咪會消失？阿德勒話，無條件嘅信賴先可以建立深厚嘅關係。如果你時刻都戴住頭盔同人相處，驚俾人傷害，咁你哋之間永遠都會有一層隔膜。當然，無條件信賴唔係叫你盲目去俾人呃，而係你願意為咗建立關係而承擔風險。如果你因為驚被背叛而唔去信賴任何人，結果就係你永遠都會係孤獨嘅。呢個時候你要問自己，你係想維持一段表面安全但充滿猜疑嘅關係，定係願意冒險去建立一段真實嘅連結？當我哋可以接納自己，又可以信賴他人，自然就會產生貢獻他人嘅意願。之前講過，幸福嚟自對共同體有貢獻，但喺呢度我哋要特別留意一個好容易跌入嘅陷阱，就係表揚同鼓勵嘅分別。作者話，表揚嘅本質其實係一種操控。例如喺公司入面，老闆讚你做得好，你真係叻，你可能會好開心，覺得自己有價值。但你有冇諗過，點解老闆可以讚你？因為喺佢嘅心目中，佢嘅地位高過你，佢係用一個評判者嘅姿態去肯定你。呢個就係縱向關係嘅體現。
其實靠表揚嚟推動人，對管理者嚟講係最容易嘅做法，因為你唔使去理解員工真正嘅需要，只要俾啲讚美或者獎金就可以操控佢哋嘅行為。如果有一日老闆唔讚你，你係咪就會失去動力？阿德勒主張我哋應該用鼓勵嚟代替表揚。鼓勵係一種橫向關係嘅表達，例如同事幫咗你一個忙，你同佢講多謝你嘅幫忙，幫我慳咗好多時間，呢個係表達感謝，而唔係評價佢嘅能力。透過鼓勵，我哋傳達嘅信息係你對呢個群體有貢獻，你嘅存在係有價值嘅。呢種貢獻感唔需要由上位者去頒發，而係由你自己去感受同埋由同伴去確認。不過要真正做到橫向關係同埋貢獻感，最大嘅阻力往往係我哋內心對特別嘅渴望。書入面講，人需要有甘於平凡嘅勇氣。我哋由細到大都俾人教育要做特別嘅人，要出人頭地，要做英雄。呢種教育令我哋覺得，如果自己只係一個普通人，就等於無價值。我哋平時打開 IG， 你睇到身邊嘅朋友個個都好似人生勝利組，有人創業成功，有人買咗豪宅，有人去極地旅行，然後你再望返自己嘅生活，朝九晚五，人工加唔到，假期淨係留喺屋企睇劇。呢個時候你會產生一種極大嘅落差感，覺得自己好失敗。而呢種痛苦其實都係來自比較，來自你拒絕接受自己嘅平凡。阿德勒話，接受平凡唔係叫你放棄努力，而係唔好將人生當做一場要贏過所有人嘅比賽。如果你將目標定為要做最特別嗰個，你就永遠都會處於競爭狀態，周圍嘅人都會變成你嘅敵人。就好似你同同事爭升職，你同朋友比收入，你連買件衫都要同人比，邊個嘅品味好啲？呢種競爭意識會將你身邊嘅人全部變成敵人，你會時刻提防佢哋，驚佢哋超越你。阿德勒話，當你將人生睇成競爭，你就永遠冇辦法擺脫煩惱，因為呢個世界一定有人大過你，好過你。書入面講，健全嘅追求優越性並唔係要同人哋競爭，而係同理想嘅自己競爭。真正嘅追求優越係自己不斷向前行，而唔係踩住人哋嚟抬高自己。但如果你有勇氣做一個平凡人，你就會發現大家其實都係同伴，你唔需要用成就嚟證明自己嘅存在價值。只要做好自己本分，喺自己嘅位置上發光，就已經足夠。你同身邊嘅人唔係競爭對手，而係同行者。當你放低咗競爭嘅心態，你先可以真正去欣賞人哋嘅優點，同時接納自己嘅不足。呢個時候就會發現，原來唔使做世界第一，我哋都可以活得好精彩。當我哋講緊信賴他人嘅時候，好多人都會問，如果對方真係背叛咗我，咁我咪好大鑊？呢個就關乎到阿德勒所講嘅共同體感覺。書入面講，共同體唔係淨係指你身邊嘅屋企人、朋友或者同事，而係一個更廣闊嘅概念，甚至包括咗過去、未來同埋整個宇宙。你就咁聽，可能會覺得呢個講法好抽象，好似太過宏大、好離地。但作者話，當你將目光放喺更大嘅共同體嗰陣，你而家遇到嘅挫折就冇咁大不了。套用返喺現實，你喺學校或者公司俾人孤立，你覺得天塌落嚟咁，好似成個世界都拋棄咗你。但如果你可以跳返出嚟，意識到呢個學校或者呢間公司只不過係你人生入面其中一個好細嘅共同體，你離開咗呢度，出面仲有好大嘅世界，仲有好多唔同嘅群體等緊你。呢個時候，你嘅無安全感就會大大減低。我哋之所以會因為某個人嘅否定而覺得世界末日，係因為我哋將所有嘅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入面，將嗰個人當成係你唯一嘅共同體。阿德勒提醒我哋要將自己嘅腳跟企穩喺更大嘅共同體之上，咁你先唔會因為少數人嘅目光而動搖。我哋一路講落去，你可能會開始覺得阿德勒心理學聽落好理想，但實行起嚟好似好難。冇錯。因為佢要求你由根本上改變你看待世界同自己嘅方式，佢唔俾你賴落過去，唔俾你賴落環境，甚至唔俾你賴落人哋嘅期望度，佢將所有嘅責任都放返喺自己身上。呢種自由其實係好沉重嘅，但正正就係因為咁，佢先至係真正嘅自由。我哋有幾多時間，我哋係為咗滿足人哋嘅期望而活？有幾多煩惱係因為我哋分唔清自己同人哋嘅課題？有幾多次我哋因為驚被討厭而放棄咗自己真正想做嘅事？呢本書唔係一本教你點樣成功嘅雞湯，而係一把手術刀，
將你內心最深處嘅恐懼同逃避切開嚟俾你睇。佢要你明白，你而家嘅狀態係你自己選擇嘅。如果你唔滿意，你亦都有能力重新選擇。改變嘅勇氣就係從你決定唔再逃避呢一刻開始。當你下次再遇到人際關係嘅煩惱，或者覺得做人好攰嘅時候，不妨停一停，諗下呢個係邊個嘅課題。你係咪又將自己嘅價值建立喺人哋嘅評價之上？你係咪可以嘗試用橫向嘅關係去同對方溝通？呢啲思考會慢慢成為你嘅習慣。當你越來越習慣呢種思維模式，你就會發現人際關係唔再係一種束縛，而係一種互相支持嘅力量。你唔需要做一個完美嘅人，你只需要做一個真實嘅人，真實咁去面對自己嘅不足，真實咁去信賴他人，真實咁去貢獻你嘅力量。當我哋將呢本書嘅核心概念一次過梳理，你會發現阿德勒心理學其實係一條邁向自由同幸福嘅路線圖。由放低過去嘅枷鎖開始，到認清人際關係嘅本質，再到分清課題，接受被討厭，建立橫向關係，感受貢獻，最後活在當下。每一步都需要極大嘅勇氣去打破舊有嘅思維模式。呢本書之所以叫做被討厭的勇氣，正正係因為要得到真正嘅自由，你就必須有勇氣去面對人哋對你嘅唔認同。呢種唔認同可能嚟自你最親近嘅人，可能來自社會嘅主流價值，但只要你堅信自己嘅選擇係基於對自己同他人嘅尊重，你就會有力量行落去。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被討厭嘅勇氣其實就係做自己嘅勇氣。如果我哋企圖去滿足所有人，我哋只會迷失喺其他人嘅聲音入面。但如果你有勇氣接受自己可能會被討厭，你就同時擁有咗唔受束縛嘅自由。你可以選擇你嘅職業，選擇你嘅生活方式，選擇你嘅朋友，而唔使向任何人交代。呢種自由聽落好孤獨，但其實佢係一種最堅實嘅自我肯定，因為你知道無論外界點樣評價，你嘅核心價值都唔會被動搖。希望今次嘅分享可以俾到你一啲新嘅視覺，去重新審視自己嘅生活。下次當你覺得被困住嘅時候，試下問自己，我有冇勇氣去選擇一條唔討好所有人，但忠於自己嘅路呢？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記得 subscribe 我哋，同埋留言話我知你對今集嘅睇法啦。下集再見。